總統賴清德出訪蘇瓦蒂尼，在今早起回來到台灣咯。這空軍呢，擱再出動4架 F-16戰機護航。也那這賴總統這屆呢，回來了後，或者是講去的，攏是坐着這蘇瓦蒂尼的專機，是由因的副總理查杜利來陪同。賴總統也特別向查杜利表示感謝，也強調咱台灣袂因為受人打壓就來退讓。這絕出訪，讓世界看到台灣人走向世界的決心和意志。歷經了84個小時，來回25000公里的飛行，我們圓滿地完成了這一次拜訪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務。結束訪問友邦史瓦蒂尼行程，總統賴清德初5早起回國，4架空軍 F-16戰機護送。賴總統首先感謝蘇國溫暖堅定支持，因為副總統杜查理來回攏專程陪伴，確保航程安全。你是航空版的溫馨接送型的最佳女主角。中華民國台灣用行動證明，真正國力的展現，不在於讓別人屈服，而應該是為所有人帶來幸福。賴總統初時離境進前，蘇國總理戴羅斯、外交部長戴伯利也親身上機，也有傳統歌舞表演。佫一擺坐蘇國 A3次空專機，毋過甲初2去航線用上體路徑，專機飛行時先飛向丹南平，無經過臨時取消飛行許可的馬達加斯加甲摩里西斯飛行情報區，佫行庫克蘭的路線，遠離中國甲南海上空飛過印尼、菲律賓到台灣，中途無停靠加油。賴總統強調，雖然有受阻，不過台灣被因非打壓，就求是台灣人民有權利走向世界。實際上，國家元首之間的相互訪問，本來就是再平凡不過，就像我們出門拜訪朋友一樣，是每一個國家的基本權利。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撓，反而讓世界看到台灣人民走向世界的堅定決心和意志。賴總統倒來了後，也馬上接見以色列國會跨黨派議員訪問團，伊指出，雖然兩國真遠，不過同款面對複雜的區域情勢，讓伊深刻體會，愛一直提升自我防衛能力，強化社會韌性，才能確保和平。Your support and your friendship before October 7 and especially after 7, Taiwan was the first nation that's standing behind us and support us. We appreciate that. 以色列前國會議長李維表示，因趁中東電會期間來台，就是要傳達兩國之間情誼堅定，佫希望雙邊在經濟、AI 甲安全等領域繼續深化合作。記者綜合報道。